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12，旧历的2月19，礼拜4。网络实名制翠暗2.0早起的9点正式来展开，打来嘛会当伫网络顶买翠暗咯。不过早起有真侪民众一拍开健保署的 App 就小到无法度使用。健保署讲，上线进前的压力的测试是8万人，但是早起一个开放，做一届引入来10万人，所以系统大塞车。结果只有无到1/5，大约2万多人成功注文到翠暗。若是各种就是网页订去网络实名制买翠暗2.0，也就是改良版，早起9点开始实施。未少人想要注文，不过不管是用 App 还是用网站，先试嘛无效。刚刚上去我都上不去，所以现在应该是刚开始吧，所以量比较大，我都进不去。听说好像细节还不是很清楚这样子。健保署伫系统实施前，本来通过8万人的测试，想要到透早9点开始，到10点45分，短短较无2点钟的时间，就有118784人伫使用，规系统拢塞车。敢若较无1/5的人，也就是20697个人注文翠暗成功。健保署嘛紧急公告，希望大家先改用网站去注文。那个就是进来的量太大哈，那在我们的一些健康存折认证的时候，可能就有一点卡卡的哈，但是目前来讲是一直都持续在改善。虽然讲头一天唔是真顺利，不过超商这部分已经提早做准备啊，教民众伫3月26要安怎领翠暗。领取这个简讯的序号，然后以及身份证的后4码到我们的多媒体事务机。那接下来就会有一张就是领货的这一个单据到我们的柜台，然后让店员这个刷取单据之后，就可以领到这个口罩。就是希望注文的民众用2.0的网络的版本会使顺利买到翠暗。